坐。别坐啊！别坐，别坐。好了，不要开了，那个开嘛。多少年开了？多少年开了？不要开，先别开了。好，你去哪儿了？别坐啊！哎，好了。好了。啊，对，裤子，裤子，你别找他们问我们情况呗。好啊。中午上午这个啊，没考，后来是那些那个，今天反映几个人多少人？啊，多少人？这刚开会回来，我问一下情况。多少人了吗？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观察哨看到在那个建筑啊，集中了100余人。今天上的时候观察哨把那个地方看。就中环购物中心是吗？对，去中环这个大元超市，这个这边有中山。他就把那个又是一个国策了。啊，这个啥？去，房顶上有人。回去。看着这个窗户。什么呢？杨建，你负责，杨建。哎，杨建，你负责，杨建。哎，你是采访的吗？对，杨建，杨建。哎，你采访的吗？你听到吗？不是。我保持。跪下！然后，就开那些，能放心。对，走，完了我们讲走。对，把他摸起来，2个人摸起来，1个人看一个，摸起来。你哪的？对，跟中央工作组过来的，这不是有标吗？我这边，我这边走，快呀！快呀！皮，注意，不要大家抽掉，后面下面，配合点。2楼咋上的？上面还有人啊？哪的？法制在线的，中央电视台。快走，往出走，快点，手抱头上。你进去，快，手抱头上，快往出走。手放到头上，往脱。没有的是吧？地下室。没有，他这边没有，他地下楼下。好的。快点，拿起来。你的9个人行吗？这是你是不是哥说的？那不是，那我不是说，走了，你快讲吧。来，你们快点，快！回家，回家。好的。啊，就抓住了，从大门打死的。咱你们是在哪呢？咱们是我们。你说砸东西的，砸的啥里边？
再说什么？下去，不去。从哪进？我们从哪进？你看去哪院子？没有门，没有门。必须的，快点，这个跑走，这两个人进去。来，你不要看。我们到后面去，往前走。这边门堵死了。哎，往前走。危险！危险！往后退，你人上。别动手！别动手！快！不动打！别动！别动，知道了。啊，知道。让开！别动！往队！快点来！有我都看，我这快点走！你跑得走，你谁开的？这谁？这两个谁负责呢？这西边的。哦，医生。这是打人，打不掉打嘞，不要打，太强了。刚刚不久，这里发生了，这旁边这周围发生了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，这里是乌鲁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就在刚刚不久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民警呢从民居里抓获了一批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，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武警呢抓获了一批躲在民居里的犯罪分子。进去，行吧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呢，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武警呢从现场的民居里躲出。这里是呼和浩特的，不是呼和浩特，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呢，发生了一起100多人的骚乱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呢，发生了一起100多人的骚乱。公安和武警呢，从现场抓获了一批躲在民房里的犯罪分子。
谨慎一点啊！